昨日夜里向一直出手机，看见江阴鱼一般像是蛮火个火锅店。今朝在浪向突发奇想，要么冲它一支吧。冲！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说实话，江阴我真的好久没来了，来的时候还是小时候呢。就以前我看别人那种开100多公里去特地吃顿火锅这事儿，我特别不能理解。但现在我开了电车以后，我发现我突然理解了，我真会干这事儿，我也干这事儿了，去尝一下。伊这个火锅店弄得在最没漂亮的，好为了个火烈鸟了，抱着一个钟头，我总算收到为止。我一搞这吃火锅，感觉有点尴尬啊。现在是12点39分啊，店里边人还是老多了。哎呦！我刚大致了解了一下，就它这边10块钱的话，就是这个水果的区域，还有我身后这个小料的区域，就是10块钱。10块钱的话就都包括了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还可以啊。素豆10块，你随便弄么吃的吧，黄瓜、菠萝、草莓果、湿果。哦，对了，正好跟大家说一下，其实应该是餐前吃水果，这样反而不容易胖；餐后吃水果反而容易胖，学到了吧？我汤底上来了，中间是菌菇的，左边是辣汤底啊，右边这个比较厉害了，黄鱼汤底啊。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来的，我看他们说蛮好吃的，来试试看。黑虎虾、雪花牛肉、黄鱼，这个黄鱼是专门烫这个黄鱼火锅的，我要不吃什么，我要往那个。耶，开始，雪花牛肉肯定烫辣锅，对不对？哦，嫩啊，香啊。哎呀，辣锅吃这个雪花牛肉是真的好吃，香的妈大命哎！哎呀，我练了这么久的辣，这个还是不太行，来口青木瓜汁重置一下口腔温度。哦呦，酥嘞嘞，冰冰饮40。哎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自己吃那么多有点浪费了，下次我得评论区抽一个粉丝跟我一起吃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来一个黑虎虾烫一下这个黄鱼锅，黑虎虾乱大一个。哦，后着，哦呦。它得心糟到那里。OK， 今天的重头戏啊，就是这个黄鱼，直接烫黄鱼锅里边。哦呦，这你来尝一下这个黄鱼啊。那个丸子配上已经在油里炸过的，炸过以后，然后再端上来，最后再浸到这个黄鱼汤底里面，本身就有一种炸过的油香味，再放上这个汤的鲜味。非常好吃啊！这个黄鱼很推荐你们过来一定要点，真很好吃。记得刚刚我自个手进来吃的辰光有点尴尬的，因为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来吃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，感觉一个人吃火锅也蛮爽的。今天算是一个人吃火锅的经历算是达成了，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火锅。然后我吃下来感觉总体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。尤其它的那个黄鱼那个火锅底料特别好吃。你们如果是江阴的朋友，或者是苏州来江阴玩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现在我在江阴的市中心再逛一圈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